辣死你！哎呦！啊！真嘅，呀辣到威是冇乜嘅，做啲講法，睇下點做乜嘅冇？就係我同事啊，下班以前啊，佢就本來是一個對韓國帶咗嚟嘅電視，啊，嘅韓國帶咗嚟嘅電視就當上癮啦，你就知道哦，當上去來試一下，唔過好那一點一定嘅咩生眼嘅，一下嘴唇當做乜講出發嘅，是太有辣啦，哦，哎呦，因為見人啦，實在哦，我韓本同事安尼咩啥，真嘅係，唔過好，我對辣啦，真嘅係有上司同好，唔過好有同樣辣，因為啊，客家人嘅口味就係鹹香皮酸辣，唔過也得咪講嘅辣啦，係呀酸呢，韓國姜嘛，韓國胡椒啊，按用又香又辣嘅口感，同辣椒嘅辣完全冇溝用啊！嗰上嘅根本就都唔要按用按辣嘅辣椒嘅阿妹愛，再想按做，唔過韓卡慘嘅係，我按布頭準備嘅暗菜啊，係冇辣嘅麻婆豆腐，唔過改再好，我自家準備嘅麻婆豆腐唔會按辣辣到嘟好啦，故所一下就傾下來看啦，唔會辣嘅麻婆豆腐我準備按到乜嘅材料哦。像我啊，做同學去那邊是按用通通水水，也係有醬嘅料理。比如講我去那邊食到呀麻婆吊菜呀，也係麻婆豆腐。我就知道東茶飯做的是2碗3碗飯，真嘅呢哦。古時候叫乜嘢啦？阿喬妹愛做嘅麻婆豆腐就愛撈呀麻婆吊菜同麻婆豆腐結合做腔下，韓國好愛處理呀吊菜好，前後就愛保持呀嘅那邊吊菜色按你掌握醬啊，古時候有幾種方法，阿喬妹就同大家來分享哦。第一，你做得用燒水滾水先燙過一遍，希望你做得先過油槍泡過一遍，按用嘅方式都做得保持佢那杯吊菜色嘅樣嘅。希望就像阿喬妹也係愛做嘅樣嘅，我做得先浸鹽水，浸鹽水嘅過程啊，佢係會溶化，唔過唔會溶化到按壓哦。接下來就傾下來做。好，呢，基本要用嘅吊菜差唔多半條嘅量就做得咧。要半條嘅量啊，前後按嚟切鹽咧切片，因為切鹽咧切片吼，佢接觸腦部接觸空氣嘅面積唔會按太，嗰種氧化嘅速度就唔會按急，一下就來了佢切啦。好，切鹽呢，切好以後就攞佢放到溫度。好，放到溫度，過後加一絲嘅鹽，好，鹽放落去，好，鹽放落去以後再個加水，唔過好，就像我剛剛講嘅，其實好加鹽水以後啊，佢還係會溶化嘅，故所愛夾夾，然後佢燙過，也係用油泡過，故所也係鹽水嘅冇鑊嘅，就會拿去微波爐，然後佢微波一下。好，用嘅溫度係高溫，韓國撈佢微波2分鐘嘅時間。好，接下來就會繼續來處理其他嘅東西了。我來處理嘅豆腐，今日係用嘅係傳統嘅豆腐，好也差唔多1.5到2公分嘅正方形，差唔多按呢，太可以切啦。就做得再個撈佢標準溫度，好，好啊！以後呀豆腐就標得，接下來啊還有其他嘅東西，我來切就係了香料嘅部分，當中有哦。剛剛一開始有講到哦，呀客家人啊好食鹹香油皮酸，古時候呀下就要來做呀，有一些嘅辣嘅部分，辣嘅部分好有酸呢。酸呢，韓國人嘅辣椒味，酸呢咁樣先攞佢泡一下，泡好以後，再個攞佢切到幼幼。
好，切好以后，撒下来係安尼辣椒味，辣椒味咩留佢切啦。韓國人唔好切到太油，因為有時時辣椒味有啲人唔好食，佢做得用筷嘢留佢夾出來，故所以唔好切到太油。那啲頭唔是，好，也切好嘅辣椒味同水呢就留佢放到溫度度。接下來就係呀絞肉嘅部分，絞肉係講你去攞本肉攤啊，你做得討喜你自家想愛嘅部位，唔過今日阿佢咪喺啲超級市場來買嘅，咩做得算係預防片，韓國也下超級市場還有本咯，有炒嘅絞肉，也係講下皮嘅絞肉，你做得只要你自家嘅口味來討適合你自家嘅絞肉來用哦。好，接下來就係安尼豆瓣醬，然後佢倒落去。韓國啊，因為呀麻婆豆腐啊，竟然會麻，就聽說會有呀花椒呀紅色菜，就得攞佢倒落去，看你自家好食幾多，有啲人唔好按麻就唔是倒太多哦。好，差唔多按你就有啦，攞佢攪攪啊。好，來油。攪完來，因為我用米煲嘅方式，故所好，因為米煲總得有一隻蔬菜鐵盤，像安陽就鐵盤鐵太燙嘅，故所我留佢盡量煲一片來，平均分配。好嘅以後就做得留佢送到米煲爐底度去米煲一下嘅了。好，用大火，韓國留佢米煲3分鐘嘅時間。家下米煲嘅吊菜，韓國人肉全部差唔多有米煲到半熟嘅情形嘅，按用半熟啊就做得留佢下頭來做結合了。因為麻婆豆腐就會有一些嘅醬啊，統水按用當中嘅淋到翻鬆啊，故所我有一些嘅醬，有啲人講醬凍水按用嘅時就愛留佢勾芡，故所也係 enjoy 來不用太怕粉。菜泡粉放到溫度度，放1湯匙。韓國撒下落去加啲位水，我用水撈佢攪啊。好，加水，加啲位水。韓國因為基本嘢咧食材全部都含會出水，故所你愛放幾多水，愛自家來擠一下，愛擠一下看你愛放幾多水。好，也菜泡粉水攪啊，以後就撈佢倒落去。好，韓國人嘅豆腐面會出水哦，故所啲米煲嘅過程當中，還會有一些嘅水會流出來。好，豆腐放落去，韓國撒下落去人嘅吊菜嘅，半熟嘅吊菜嘅，咁樣撈佢掉上去。韓國小口嘅，撈佢攪啊。好，我攪完來。盡量變的時間愛細膩哦，個豆腐啊，唔好攞佢切到，盡量啦，因為豆腐本身就會散體，它動作較強啲位。好，按樣就再個送到米煲爐底度，再個去米煲添一擺哦。韓國愛記得米煲的時間呀，金屬的東西、金屬的東西全部就做唔得，不用到米煲爐底度，聽說會記得拿出來，然後就拿到米煲爐底度去。好，咁樣轉到清高溫，韓國愛撈佢米煲3分鐘嘅時間。雖然吼係講米煲3分鐘，不過大家還係要看一下，因為呀米煲它就會出汁色，同我做得去澱甜一下，再嚟打開來變啦。希望食嘅時間要檢查一下，確定所有嘅食材都有熟哦。韓國基本嘢雖然係做呀麻婆豆腐吼，唔過好食呀鹹鹹嘅飯啊，鹹嘅料啊，就會上來煲一下湯。故所基本嘢還要煲湯哦，就用呀隻空檔嚟教大家用嘅來做湯，當簡單就天火嘅就做得咧。天火嘅韓國不用調嘅油。不用調味油，因為來做呀토마토卵湯哦。不用調味油，韓國油溫吐出來以後就撈蔥誒，不用撈去。
炒啊。好，葱诶炒香诶以后啊，你就会加토마토落去，古时候토마토落去切啦哦。好，切一半，再过一半。另外一半没空用，一半再过一半，好了以后就落去得到安尼天福的地度。要记得安尼tomato啊，係脂溶性嘅香菜。故說天菜要經過油炒啊、油煎，也嘅營養才會變出來。中央落去炒一下。好，油炒到全部都有，也炒到油過後啊，然後就得加少水落去，好來到。好，哎喲，就本期注意下，韓國啊，大家都攞杯啊，是tomato，係唔係就會是tomato卵筒？古時候見面行愛打卵落去，唔講大家聽到是有咁奇怪，怎麼嘅打卵？愛佢們行愛貼片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喏。因為啊，愛煮卵筒嘅卵啊，唔是像按炒卵嘅按樣，愛按到空氣。故說按打卵嘅時間愛注意控制方向，唔是按樣硬攪哦。好，然後就來打卵。好，卵打落去。韓國用牙切味哦，記得哦，唔好拉到太大力吼，你就輕一下嘅，然後佢控制方向，攪啊，拉就好誒。好，攪落去過後啊，然後就得落去冰到天福嘅地度，平均倒落去以後，我要等一下誒，我要停攪哦。本人看到油卵差唔多開始成型嘅以後，我用耐心，然後佢等差唔多20秒鐘，好，20秒鐘等過去以後，就做得強嘅，然後佢拉一下，好。好，拉一下哦，按樣子，再個落去分開。好，按樣就會有太低嘅卵，嗰時要卵筒，好了以後就要來調味了，來調味一下，放落去，試一下米絲，做得又起甜，還個又好食，要tomato卵筒就會冇咁樣哦。嗰時候等下麻婆豆腐好了以後就做得放下來食飯了。當好食嘅頭，再過來幫一下，愛自家做嘅辣土嘟好嘅麻婆豆腐。又有香味，還個有一些些的辣，按樣嘅辣土真係適合愛嘅辣土啊！見唔見啊？我同事本來是叫做辣土啊，超過愛嘅能力嚟啦，特別愛食到太辣嘅東西哦，肚子就會冇爽快，很愛呀，食到肚子有一些怪。真濃好食。哎呦，我一食肚子之後也冇爽快啊！哎呦，真